梦想和理想是两个常被混用的概念，但它们在意义和实现路径上有着显著的区别。理解这一区分对于个人成长和目标设定至关重要。梦想通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愿景或幻想，它往往是没有具体行动计划的，由个人情感和兴趣驱动的。梦想是心灵深处的渴望，通常富有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色彩。例如，成为超级英雄或住在外太空的梦想，虽然充满了幻想和刺激，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。梦想往往是个人对未来的美好设想，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和激励源泉。它激发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让人在追求过程中体验到快乐和激情。然而，仅有梦想而没有切实的行动和具体的计划，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。理想则是一个人对未来的期望或目标，它具有更为明确和实际的方向。理想通常是在现实基础上建立的，有一定的实现路径和计划。与梦想不同，理想往往需要付出努力、时间和资源去实现。例如，一个人希望成为一名成功的医生或企业家，这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，而且有明确的学习、训练和实践步骤。理想更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，通常涉及个人的价值观、社会角色和职业发展。实现理想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，并且在过程中克服困难，不断调整策略以达到目标。简单来说，梦想是心中的美好幻想，是对某种理想状态的向往，而理想则是在现实中可以逐步实现的目标。梦想激发了个体的热情和创意，而理想则为这种热情提供了实际的方向和框架。梦想可以是任何不受限的幻想，理想则需要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环境进行现实的规划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将梦想转化为理想是一个关键的过程。一个人首先需要拥有梦想来激励自己，然后将这些梦想具体化为可以实施的计划，形成理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设定清晰的目标，制定可行的步骤，并且在面对挑战时坚持不懈，是实现理想的关键。比如，一个有成为音乐家的梦想的人，首先可能需要接受音乐教育，不断练习技能，然后将这些梦想转化为成为职业音乐家的理想，并制定具体的学习和实践计划。总的来说，梦想和理想虽然有着不同的定义和实现路径，但二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的。梦想为理想提供了灵感和方向，而理想则通过实际的努力和规划将梦想变为现实。理解这一区分，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设定目标，实现个人成长，并最终达成心中的梦想。